興趣當飯食，最後可能真係會揾唔到食。好多人會將自己嘅興趣變成工作，但係結果咧冇賺到錢不特止，最後仲會連自己本身對興趣嘅熱情咧都消耗埋。係因為咧你搞錯咗興趣同埋天賦嘅分別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你好中意飲咖啡，想開一間咖啡店，但係咧其實你嘅命盤顯示你有巨門化權啦，或者係其實你係一個顯示者。你嘅天賦其實係話語嘅影響力啦，或者一啲發起嘅能力。你應該做嘅其實係去策劃一個可能係咖啡嘅品牌啦，去負責去談判啦，去帶領你嘅團隊，而唔係將自己咧韞喺吧台嘅後面，每日可能做一啲重複嘅拉花啊，呢啲咧係屬於生產者或者食神精做嘅嘢。除非你而家嘅狀態咧係一個更加高嘅需求層次，咁熱情好多時候咧都唔可以當飯食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將自己嘅天賦順勢咁去發展咧就可以。當你做一啲好符合自己原廠設定嘅嘢，你就可以好輕鬆咁去攞到一啲嘅好成績啦、成就感，甚至乎係財富。而呢啲嘅正向嘅反饋咧，其實自自然然亦都會先會帶俾你源源不絕嘅熱情。好似係識追逐熱情，要學識追逐你嘅天賦。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邊個方式發力係最慳力，你可以 DM 我 Level 1。